Hello， 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生命奇蹟298呢個計劃。呢個係一個行山徒步嘅計劃，係年青人嘅計劃。希望藉住呢個郊野嘅一個活動啦，希望俾年青人去認識自己啦，可以沉澱落嚟，去面對翻自己，腳踏實地，好好去感受自己嘅生命。如果你仲未 join 呢個計劃嘅話咧，快啲報名啦，就嚟截止啦。我哋會進行一啲篩選啦，最後會選出12門徒，進行呢個4徑嘅挑戰。希望可以同你哋一齊同行，加油啦，年輕人！OK， 拜拜。